如果喺驗血時發現肌酸酐 creatinine 超過600，便代表腎已嚴重纖維化，腎功能衰退，必須透析 dialysis 血液透析 hemodialysis 或腹膜透析 peritoneal dialysis。肌酸酐係肌肉勞損衍生嘅物質，如果跑咗一個馬拉松，肌肉極度勞損，血液嘅肌酸酐變好高。相反，若懶洋洋瞓咗一日冇走動，血液中嘅肌酸酐變好低。若果腎受傷，比方自體免疫、紅斑狼瘡、攻擊腎或糖尿病，或打交被別人踢傷，指狀係出現白蛋白尿 albuminuria， 激發腎嘅成纖維細胞 fibroblast 分泌膠原蛋白 collagen， 封住撕裂咗嘅腎小球過濾網，於是本來可以穿越過濾網嘅肌酸酐無法滲出已纖維化嘅腎小球過濾網，而返回血液。當血液中嘅肌酸酐上升到600，而醫生又唔知道點樣清除膠原蛋白，醫生於是強力建議洗腎。根據一組韓國學者嘅研究，原來有天然成分可以溶解膠原蛋白，防止腎衰竭，